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高铁彰化站连外道路的一个路口，画一个12米长的黄网仔线。车若停红灯，都要停伫这个12米长的网仔线的后壁。这实在是离这个路口伤远咯，引发着民众的讨论。都驾驶来反映讲，往一个小闪车，原本的青灯就搁变做红灯咯。啊，公诉是讲，因为这个路口真狭。 车辆停红灯，若想弯进路口，连外道路的车都挖袂入去，所以定定咧出车祸，所以才会画出这个长的黄网仔线。你无看唔到停车线头前这段黄色的网线，足足有12公尺长。车辆咧停红灯的时，必须爱停甲这么远，地车顶才会当加速通过。 这是高铁彰化站连外道路巷仔的上车路口，黄色的网线为路口的路架，一路拖12公尺长，会画到这么长，就是因为停在这里是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你停在很前面的话，那车子转不进来。哦。公诉强调，进前停单线设伫路口，车辆越入外的角度伤大，加上路口伤矮，定定会起会弄到。考虑到会车的问题的话，我们才会退到后面这里来。之前呢，民众反映说，在那里进来的时候，因为路口狭小，都会发生擦撞的事故。不过，也有驾驶反映讲，停车线伤远。 好不容易等到青灯，都要过路口，都撞到小闪车，搁变红灯。等啊，有时秒数无法等，对向啊车来，咱啊让一下就袂过啊。有驾驶建议讲，将黄色的网线改较短咧，这到底敢会使？公诉也搁要看啥？希望在咧无影响安全的原则之下，火车辆拢会当顺利通行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